镜头等下过来关心这10部囡仔但要出用的开案件引起社会关心。最近卫福部甲教育部就针对儿童福利联盟的缺欠点提出7点。儿童福利联盟昨昏有开记者会，董事长林志嘉是带同仁过一届向社会回信的。那嘛坦白讲，伊家己有失职。严哥伫现场记者会开煞，伊无开放记者提问，干那以事后书面来回答记者提问的问题。伊嘛表示，伫4月15进前，因会补选这王玉敏辞职了后补选董事。我们必须向凯凯家属及社会大众道歉，对不起。儿福联盟董事长林志嘉带同仁行礼，对凯凯案事件道歉。外界质疑林志嘉是不是要倾泻声音，拢无听过。联盟伫会后用新闻稿回应，讲4月15进前将会依照规定补选董事继续负起责任，为案件相关的社工面对司法的诉讼。这是我身为儿盟董事长的失职，向儿盟全体同仁以及长期支持儿盟的社会大众致歉。联盟这场记者会无开放记者问答，将侪基本拢留伫咧会后才回复。外界也质疑联盟的经费用伫咧囡仔生活顶的部分无够5成。联盟澄清，到2023年度收支比已经到96%，会甲经费用伫咧照顾离校的5大部分。我们也会针对社工同仁的工时还有薪资的部分进行改善。因若针对最近卫福部、教育部所公布的稽查结果，联盟提出3大改善，包括真正收出用的流程、改善社工督导机制、培训社工离校保护风险的敏感度、社工的增加方式的频率、个案去看医生社工的做法。因若教育部所指出的董事会董事无利益汇票，联盟承认有疏失。董事会成员在两边都没有领取任何酬劳，故在讨论的过程中，为思考程序回避之举，曾有疏失。开一场无互媒体联访的记者会，联盟出席的董事甲成员话讲煞了无回应就离开。联盟伫事后讲，因为正重视每一个问题，爱透过联盟团队共同点心讨论，确定事实了，才一个一个回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